主后2023年7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夸口的碰风话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1到13节。我确实有听到伫恁中间有淫乱的事，即款淫乱连教会外嘛无，因为有人甲伊的后母同居。安尼，恁还有啥物通碰风？恁敢毋应该着感觉伤心，甲做即款代志的人对恁中间开除。虽然我人甲恁相离，心却甲恁做伙，我已经奉主耶稣的名，甲做即款可恶的代志的人判罪啦。恁自入的时，我的心嘛甲恁做伙。通靠咱的主耶稣的大能力，将即个人交互撒旦，毁灭伊的身躯，互伊的灵魂通伫咱的主的日得到救。恁在夸口无应该，恁敢毋知，一撮仔假冒会互规园的面册发起来，旧的假着拄好清气。恁才会成做新的面册。事实恁是无假一切。咱搬过节的羊羔，基督已经献做圣礼，所以咱毋通用恶毒邪恶的旧假冒，着用纯全真实的无假饼做祭物来守节。我前寄互恁的批有警戒恁，毋通甲淫乱的人来往。我毋是指即世间遐淫乱、贪婪、诈欺、甲拜偶像的人。若毋是离开即个世界，就袂当无甲遮人来往。我当安尼写，是讲毋通甲遐个自称基督徒，却是淫乱、贪婪、拜偶像、诽谤别人、酒醉，也是诈欺的人来往。连甲遮人同桌食饭都毋通。批判教会外的人，毋是我的代志，上帝会甲因审判。恁敢毋是着批判教会内的人？圣经有记载，着对恁中间将邪恶的人开除。夸口的碰风话，圣经直指，骄傲是人罪恶的根源。箴言11章第2节指出，有骄傲就有见效。10章18节佫讲，有骄傲就有失败，有自高就有跋倒。英国作家路易斯也捌讲，骄傲是人的心对上帝彻底背叛。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2节讲的碰风，原文有吹捧、骄傲、自大的意思，是指过度骄傲和自满的态度，互人对家己心生崇拜，也是羡慕。第二节讲到的夸口，是指特定通夸耀的代志，也就是哥林多教会夸口自由开放，甚至通接受信徒甲后母淫乱同居的歹代志。面对信仰群体中有人犯奸淫乱的罪，教会照理讲着感觉非常痛心，甲做即种代志的人赶出去。无拍算，哥林多教会并无掠这做见笑，反倒用这做夸口。因为安尼，保罗毫不留情指责即种碰风吹破家己骄傲自大的夸耀。保罗谴责哥林多教会的骄傲自夸，轻忽罪恶的影响力。正做基督徒本应当除掉旧的罪行，总是哥林多的信徒反倒甲旧的恶习带入教会内，
当教会放任毋管，一点点仔的罪恶就伫规个教会发酵扩大。保罗真心仰望哥林多教会会当重视伊所教导的真理，甲罪的骨架除掉，只用无甲饼、纯洁和真理的饼，找到互人得救的途径。保罗毋简单宣告教会应保有立场，也指出教会对犯罪者应该有的牧养责任。伊一方面为因的恶行伤痛，另外一方面也有喙讲甲无烂，引带因回归正路。保罗宣扬的毋是一种甲世界隔绝的基督教教义，因为世间人拢是上帝爱教会去关爱的对象。保罗讲，伊捌警戒毋通甲淫乱的人往来，并毋是指甲异教徒中遐淫乱、贪婪、偷抢，也是拜偶像的人，是指遐自称是基督徒，却还搁伫做歹的人。因为因根本一丝仔也袂在意上帝的标准甲恩典。保罗甚至讲，毋通甲即种的人同桌食饭，这是为着要互伫罪恶中的信徒通在罪悔改，远离罪行。哥林多的信徒认为，教会成员拥有自由，通挣脱一般道德的牵挂，佮用这当作上帝的恩典来夸耀。保罗用犹太人伫除酵节的时清除骨架，象征甲罪除掉做例，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爱除去罪恶的架。敢若用甲有纯洁真理做象征的无甲饼受罪，就通得到完全的洁净。伫现代，什么款的罪容易互信徒袂藏伫心内，甚至带着碰风去夸耀咧？亲像善意的白贼作弊，包装虚假愿望的目标，碰风无负责任的艺术等，拢亲像罪的骨架，会互面册快速发热，产生真侪敢有空洞道理的泡泡，互群体慢慢产生质变。这拄好是基督徒应该爱提防的。默想，我是毋是轻忽一寡歹习惯对家己生命的影响，直到诚侪阻碍人亲近上帝和真理的恶架？我是毋是轻忽一寡歹习惯对家己生命的影响，直到诚侪阻碍人亲近上帝和真理的恶架？做伙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互我谦卑、谨慎面对罪恶，对伫犯错的兄弟姊妹，会当有对圣神来的智慧，通帮助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